来，这件事发生伫新北市的10指，有2个毒贩骑乌多摆收债，警方要甲临检是走互警察局，搁企图要来冲弄着警察。这警察局将近8公里远，搁对空中来连开4枪，总算甲人斩起来。这个查果然身躯顶有炸毒品。 警察车单警烈126，正边一台双载乌多摆拢无想要停，搁拍什么弄环境，伫倒走过程中正向一路弄红灯，就算有路走到无路，2个嫌犯依然车单的继续走，一直到警方对空拍4枪。 一个后座嫌犯惊一个，拢唔敢紧动。骑车这个姓苏的查甫人根本就唔惊，哪走哪将炸伫身躯白粉弹掉。趴下啦！你先压住他，你先压住他，先压住他。啊，朋友。嫌犯伫最后依然和警方抓到，这个毒品嘛拢吹转来。这个代志发生伫昨暝11点外。 37岁姓苏的查甫人载一个姓李的朋友，经过福鼎一路到中信路，拄到警方临检，伊拒绝临检，就咧赶紧走，一连2项啊，佮违规驾驶，最后伫新台5路一段一个加油站，和警方抓到，总共3公里的路，驶将近8公里。本分局其他派出所的志愿警力，在犯嫌徒步逃逸的路线上，找回犯嫌所丢弃的2、3级毒品共10余包。 事后，警方伫案发的现场找枪支及加在抓人的过程中，无人受伤。是讲犯人2个人拢有毒品的前科，即摆佫因为有毒品，和警方抓到，除了爱立真济张罚单，拒绝临检逃走，佫加一条妨害公务罪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